歡迎翻嚟點止講同志，我係主持馬天啊。今次大家聽到我把聲可能會有些微嘅唔同啦，主要係因為咧我哋有錢換咪啦，耶！如果你哋對於嚟緊節目嘅音質有啲咩意見啦，歡迎你 DM 我哋啊，話俾我哋聽。從呢支咪開始講啦，講起我哋嘅語音節目啦，大家睇到呢個題目咧，就知道我哋嚟緊上下集會訪問一個香港嘅同志電台節目嚟嘅。咁呢個電台節目咧係網上嘅版本嚟嘅，佢冇一個實際嘅大氣電波去傳播佢哋嘅語音嘅節目啦。我會先介紹下Gay Radio Hong Kong 係乜嘢嘅一個團體同埋佢嘅歷史啦。咁接住落嚟咧，我就會介紹呢一上下集嘅一位客席主持，咁我講下點解我哋會變咗做雙主持啦。咁接住落嚟就係講下我哋做呢一集同埋一齊做呢一集嘅契機。咁好啦，我哋正式開始啦。Gay Radio Hong Kong 咧，其實係有伴隨住我中學讀書時期成長嘅一個網上電台節目嚟嘅。咁就揾翻佢嘅歷史啦。咁活躍喺2006年至2012年間嘅香港網路電台之一。咁佢都係用廣東話去製作一系列嘅同志相關題材嘅清談節目、人物專訪同埋播音劇，即係廣播劇。維基百科上面嘅一啲資訊呢，咁呢啲資訊呢已經有俾咗下集嘅訪談嘉賓 check 過，咁係準確嘅。咁我就同呢度大家聲音導航一下啦嚇。咁 Gay Radio 嘅前身呢，就叫做起點影音像網播平台，咁英文就叫 Netcast Platform 啦。咁佢哋簡稱叫做起點。咁由4位人士叫記者甲啦、Roster 啦、浪人、樂雁同埋犬字節喺2004年共同創立嘅。咁佢哋希望有呢個平台去俾參加者用聲音同埋錄像去分享佢哋多元嘅生活百態。當時嘅本地網台咧就大多都係用串流實時播放嘅形式去運作啦。咁有好多人其實佢哋唔係專業或者本身唔係全職去做主持或者係做呢啲嘅語音創作咧，咁所以用實時嘅創作形式咧係好有即係時間上面嘅限制同埋壓力嘅。而當時咧記者甲咧喺本地網台 Gay Channel 咧就主持一個寵物嘅節目叫做貓朋狗友，咁亦都因為佢當時嘅工作咧就冇辦法兼顧就請辭啦。咁Roster 咧就提出就唔用串流實時播放啦，就用呢個錄製然後放上平台做呢個播放嘅形式。咁所以佢哋咧喺2004年嘅5月咧就做咗本地用 on demand 嘅方式運作嘅網台，就係起點啦。咁對於我嚟講咧，最重要亦都最有記憶點嘅位咧，就係佢哋每一集播之前都會有一個宣傳嘅口號啦，就叫做起點同你同聲同氣 gayradio.hk 嘅。當時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好又緊張但係又好刺激嘅一個內容嚟嘅，因為你可以即係喺你耳筒裏面你聽得到廣東話去講同志嘅議題。咁佢哋嘅節目嘅形式亦都非常之廣泛啦。咁佢哋有自己嘅創作嘅節目啦，其中有一個節目咧就係叫姊妹同志口水房。咁以前咧佢哋就喺Radio Republic 度做嘅，咁停播咗好一陣之後咧就記者甲就邀請翻佢哋去加盟做起點，做一個女同志嘅題材節目啦。咁除此之外，佢哋亦都有一啲題材係比較成人向嘅，例如性在救吉士啊，亦都有一啲比較即係個人述事式嘅節目，叫做突然獨身啊。咁都有好多形式主題題材嘅語音節目。咁後尾仲有一個節目咧，就同關懷愛滋去聯手去合作，做一個叫做點解關懷愛滋嘅。咁所以佢哋對於同志社群裡面關於一啲健康嘅資訊都有 cover 得到咁樣。咁去到2005年咧，佢哋起點就籌備製作呢個網絡廣播劇啦，《只能曖昧的暗戀》。
咁當時亦都有好多同志嘅論壇啦，男同志、女同志都有嘅。咁對於啲同志嘅網民嚟講咧，呢個廣播劇係會有引起好多嘅討論咧，因為真係唔係純粹係一集一集嘅內容，而係真係你可以追一劇咁樣去聽一個廣播嘅節目。除此之外咧，亦都有將同志嘅小說突然獨身聲音化啦，喺愛滋病基金會嘅支持之下咧，亦都推出咗首出香港嘅同志網劇《我和他的99天》。咁當時咧，有 AM730同埋號外咧都係有報導過呢一件事嘅。大家頭先聽到話佢哋係活躍喺2006年至2012年啦。咁中間發生咗一個好大嘅插曲嘅，個插曲咧就係喺2009年嘅時候咧，當時做立法會議員嘅黃成智咧，同埋佢嘅教會組織咧，就指責起點裏面有一個節目叫《機場超新星》，呢個節目咧就鼓吹同性戀，咁令到當時資助 Gay Radio 嘅資助方小童群益會咧，就因為顧忌就終止咗呢個合作嘅計劃啦。咁 Gay Radio 咧，其實係由一班即係有正職嘅人用自己嘅資金去營運嘅一個網台啦。咁因為冇咗呢一個額外嘅資金咧，其實會令到 Gay Radio 嘅財政壓力大增嘅。咁去到撐到2009年咧，Gay Radio 咧就因為欠租嘅關係咧，就即係令到佢哋冇辦法再支持營運下去啦。咁最後就淡淡地黯然地就結束咗一個常規嘅語音節目嘅更新啦。咁樣，咁去到後尾，我哋點樣會即係 call out 翻呢一個節目咧？喺呢個時候咧，我就要去呼喚下坐喺我隔離嘅客席主持阿 Risto， 你要唔要講幾句啊？係，唔該晒 Martina。係，大家好啊！我係 Risto 啊，咁咧就係 Martina 嘅大學同學啦。咁會做呢一個客席嘅主持咧，咁其實個契機就因為有一次我哋食飯啦，咁咧就Martina 就提到咧，咁佢就做緊呢個節目咧 Pride Lab 呢個節目咧，就係希望記錄翻香港本土同志嘅文化歷史。咁佢就已經做咗一啲書刊啦，一啲影片啦，或者一啲同運嘅歷史啦嘅相關嘅嘢，咁就爭聲音嗰度就好似都有啲空白，咁所以咧就問起啦，咁講起啦，就分享到咧我讀書嘅時候咧就有聽過呢個 Gay Radio 嘅節目啦，咁講起之後原來 Martina 都有聽過喎，咁所以就促成咗我哋一齊做節目啦。不如講下我哋對於 Gay Radio 嘅嗰個回憶係點樣啦？頭先我講到佢係陪伴我中學成長嘅，咁佢係點樣陪伴你嘅時期咧？呢個就不得不要暴露下個年齡先啦。咁咧印象中咧，其實就係我初中嘅時候咧，就偶然之間就發現呢個網站嘅。咁嗰陣時，因為對於自己個即係女同性戀嘅身份咧，即係好迷蒙嘅，仲係咁啊，就會喺 search 下呢啲 gay 啊、les 啊啲字眼啦。咁無意之中咧，就有個網站係一個網台嚟嘅喎。咁啊 search 到啦，咁然之後就撳入去啦。哇！好似開咗一個新世界嘅大門咁樣啦。咁嗰時就見到啲女同志嘅節目啦，咁就揀嚟聽啦。咁我覺得好神奇啊！即係有一個電台係可以隨時咁聽，跟住然之後又撳落 play 嘅掣就可以聽到一啲關於自己身份啊，即係有啲出櫃啊嘅一啲經歷啊，即係聽到人哋啲主持嘅經歷啊，咁就覺得好神奇。咁另外有啲尺度比較大嘅節目啦，咁可能講下一啲性啦、愛啦，即係亦都係當時一個初中生嘅我完全想像唔到嘅世界，亦都係除咗大開眼界之餘，就係都袋咗啲嘢落袋喎。係啦，佢咧就如數家珍講到自己可以聽到幾多個節目啦。我哋要準備呢個節目嘅時候咧，阿 Risto 都有問我，我對於呢個 Gay Radio 嘅記憶係點？嗱，我不得不要同大家告解咧，我好老實講，我而家回想起嗰陣時中學做過啲咩咧，我係有一段時間空白咗嘅。總之就係唔係一個非常清晰嘅回憶啦。但係咧，我自己依稀咧有一個印象就係因為我當時咧
從我屋企要返學校咧，每一程都要接近1個鐘。咁我當時咧就係做一個少少壞學生嘅行為啦，就係我會帶一個 iPod 嘅。咁到底嗰陣時 Gay Radio 有冇放自己嘅台上 iTunes 而可以令我下載到去個 iPod 度咧，就真係不得而知。我亦都不可考啊，即係我都唔係好肯定究竟我係咪可以用咁嘅方法去聽。但係我好肯定嘅係就係當時我嘅電話冇辦法聽到呢啲電台節目啦。咁我點樣去聽得翻呢啲節目咧？就真係非常之依賴佢哋將呢啲節目放上網。而我哋可以即係透過互聯網，我嗰陣時有可能淨係得56K 啦，我哋就慢慢咁樣慢慢撈嗰個 stream bar， 然後就聽一集一集嘅節目。對於我嚟講就係一樣，我哋可以悄悄地自己去聽一啲大人嘅同志嘅生活嘅事啊！即係我哋自己可能哎呀錢又冇多個啦，然後日日都要返學啦，我哋其實好多時候係冇辦法想像一個同志生活係點樣一個形態嚟嘅，即係所謂去桑拿係點啊，TB 係點啊，Les 係點啊，我哋係唔清楚，但係佢哋係可以俾我哋感覺得到，即係其實外面係有一班人已經係成人嚟嘅，佢哋係同志嘅身份去活喺香港呢個地方係好 vivid 啊，好清楚啊，所以對於我嚟講，點解縱使我冇辦法好清晰去回顧到我聽咗啲乜嘢金句啊，或者係啲咩特定嘅主持，但係仍然好惦念住呢個 Gay Radio 咧，就係因為當時嘅我有接觸咗呢個節目，而呢個節目令到我更加想像得到同志係咩模樣咁樣咯。想問下你本身有冇聽電台嘅習慣㗎？我嗰陣時有嘅，嗰陣時我聽電台嘅主要原因係因為我哋即將要考試。咁咧初中嘅時候大概可能會即係知道咧，當時我哋考試要準備一個練聆聽咁樣。係啊，練聆聽，跟住同埋我哋要準備一個好便攜式嘅少少嘅係啊收音機啊嘛。咁所以對於我嚟講，當時已經有聽電台嘅，但係電台大家都知道咧，對到而家大家都有聽過電台，就係佢哋係直播式嘅，即係你冇辦法回顧，就唔會好似你而家咁可能上903啊或者 RTHK， 你去撳翻個節目可以回顧得翻去聽。即係對於我哋嚟講，聽電台係冇咗就冇咗㗎啦，你時間唔配合就聽唔到咯。咁但係Gay Radio 就係好似一個而家嚟講就好似一個 Netflix 咁啦，即係你可以任何時候翻去就聽得到咁樣咯，所以就係有咁嘅差異咯。都明白嗰個即係個體驗好唔同啦，尤其是頭先聽到你哇力排除萬難，仲話要係轉 iPod 啊、轉 iTunes 啊咁去入即係嚟聽到，我就覺得哇呢個令到你即使唔係話太記得嗰個內容，但係即係呢件事本身就同我哋就咁扭開收音機個體驗已經好唔同啦。咁又褪後一步啦，咁你依家就podcast 好流行啦，咁你又覺得podcast 同即係網台嘅分別喺邊度咧？我覺得我而家算係一個網台裡面嘅一個節目咯，即係以Gay Radio 嚟講咧，頭先Risto 有提過啦，佢係一個網站嚟嘅。我咧就未有一個網站，而我縱使有一個網站，我都唔會有咁多個節目嘅。所以點知講同志，如果要放翻去 Gay Radio 咁樣嘅層面去比較嚟講咧，我會係似係佢個台裏面其中一格嘅節目咯。咁會比較似我哋個 scale，我哋嗰個形式會比較似一個個體戶去產生一啲內容，即係係一 content creator 啦。咁而 Gay Radio 要做嘅嗰個規模係大好多嘅，佢係要牽涉唔同嘅節目啦、唔同嘅題材啦、唔同嘅人啦。我覺得以規模嚟講係有差異咯。講到我哋點知講同志同埋 Gay Radio 嚟講咧，嚟緊咧下一集咧，我哋就會正式去越洋訪問到 Gay Radio 嘅主理人之一記者甲嘅。記者甲喺即係我哋揾到嘅功課裏面啦，算係即係當中由頭搞起到最後即係結束呢一個定期更新Gay Radio 嘅人啦，以及到之後佢開翻一個 YouTube channel， 將 Gay Radio 裡面嘅節目再放翻上網，都係佢有經歷過。相信佢會為我哋帶嚟好多關於 Gay Radio 背後創作嘅一啲念頭啊、一啲動機啊，以及可能同佢可以有類似同行嘅傾談
分享下即係所謂嘅兩代嘅同志節目到底差異同埋相同嘅地方會係點啦。今集咧就唔放一個經典嘅 closing 啦，咁但係大家記緊要留意下一集咧，我哋會有一個非常精彩嘅訪談，就唔好錯過啦。今集就去到依度先，期待下次同你點止講同志，拜拜。拜拜。